白灼蝦應該係凍水落鑊定係滾水落鑊呢？如果你淨係靠大火猛滾去煮嘅話呢，再生猛嘅蝦都俾你嘥晒嘅。咁樣煮出嚟嘅蝦呢，啲水又濁又多泡，而且肉質一啲都唔新鮮嘅。今日呢，我教你個廣東人嘅做法，煮出嚟嘅白灼蝦呢，又脆又滑又靚仔嘅。呢條視頻呢，會顛覆你對白灼蝦嘅認知嘅。防止呢條視頻呢，你揾唔返嚟，大家可以點個唔使錢嘅小紅心收藏起身，亦都可以轉發俾你身邊呢鍾意美食嘅親朋好友們。方法呢，非常之簡單嘅啫，有3個關鍵嘅地方。首先第一個關鍵呢，水滾落蝦，記住煮10秒就可以㗎啦。然後熄火冚蓋浸煮1分半鐘左右，千祈唔好大火一直煮啊，因為時間太長，蛋白質全部會走晒出嚟，肉質呢就會變得好厚實，同埋冇咁鮮甜㗎啦。第二個煮蝦嘅關鍵呢，唔好放薑啊！我哋嘅師傅教落唔俾放薑嘅，蝦呢係好怕薑嘅，放咗薑落去呢，會令到啲肉質呢鬆晒嘅。咁第3個關鍵呢，酒店大廚嘅秘訣嚟嘅，浸煮完1分半鐘之後呢，落少少嘅糖同埋鹽，咁樣做呢，可以令到蝦嘅顏色更加之靚，而且鮮甜度提升幾個檔次。再浸翻30秒就大功告成啦！咁樣煮出嚟嘅白灼蝦呢，鮮甜爽口，彈牙又多汁。另外呢，我想話俾大家知一個秘密啦，做鹽焗雞點樣先至可以做到皮脆肉滑、鮮嫩多汁呢？一個視頻教識你，咁樣整出嚟嘅鹽焗雞呢，就連骨頭都鹹香入味。大家好，我係江記，屋企呢3代人都做鹽焗雞嘅，58年㗎啦。其實好多朋友都好鍾意食雞嘅，包括我自己在內啊。但我夠膽講呢，99%嘅人都唔識整雞肉嘅。自己屋企入邊煮呢，你加咩配料都唔重要嘅，你只要記住我呢個方法，咁整出嚟嘅雞呢，皮脆肉滑，雞味濃郁，令人食過翻尋味嘅，你老公細路仔都爭住嚟食嘅。如果你煮出嚟嘅雞肉呢，甩皮又甩骨，鞋霎霎嘅，呢條視頻你一定要認真睇啦。今日呢，我就以招牌鹽焗雞為例，只需要幾分鐘就可以整出一隻皮脆肉滑嘅鹽焗雞㗎啦。記住俾翻個唔使錢嘅小紅心同大拇指，方便以後我哋想跟住做嘅時候呢，可以揾翻呢條視頻啊。做好鹽焗雞呢，就3個步驟嘅啫。第一步，先將隻睇落唔係好聽話嘅雞呢洗乾淨佢，之後呢，放一個療程嘅鹽啊，先幫隻雞做個全身嘅放鬆按摩。咁樣做呢，唔單止可以去除雞表面呢個污漬啊，仲可以呢鬆弛雞肉，更加容易入味嘅。清洗乾淨之後呢，用半隻新鮮嘅檸檬呢塗抹全身。咁樣做嘅目的呢，係去腥增香，同時增加一層檸檬嘅香味。咁第2步呢，你拎一壺滾水對住雞身呢淋落去，目的呢係令到雞皮收縮緊緻，雞皮爽脆 Q 彈嘅秘訣嚟嘅。第3步呢，雞好唔好食，關鍵就係呢個鹽焗雞粉啦。你只需要喺雞肉入邊加啲佢，其他糖啊、鹽啊、味精，通通都唔需要再放噶啦。跟住呢，放一匙羹嘅95年嘅本地花生油，然後塗抹全身。記得雞嘅肚入邊呢都要塗抹到位啊。跟住呢，等佢靜靜咁等佢20零分鐘，然後呢，喺電飯煲入邊呢再塗一層油，再鋪一層薑葱，再將成隻雞呢放入去，倒入剩低嘅餡料汁。按正常嘅煮飯制，大概20零分鐘呢就大功告成㗎啦。呢個鹽焗雞粉呢，鹹香味係經過無數客戶一致好評調配出嚟嘅黃金比例啊，顏色金香，色香味俱全。好多客戶嚟到我哋嘅店鋪入邊食完之後呢，都要帶翻幾樽翻屋企嘅，自己喺屋企呢都可以整到鹽焗雞鮮嫩多汁，香氣撲鼻嘅。食完之後呢，回味無窮，好食到停唔到口嘅。如果話你唔知呢個秘製鹽焗雞粉喺邊度買，你可以點擊左下角我嘅頭像，下邊呢有個櫥窗，趁依家有活動啊，快帶佢翻屋企試一試啦！快手，擁抱每一種生活。